主后2025年6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掠国外的主做性命至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17章第10到3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。保罗甲西拉经过暗菲波里甲阿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，伫遐有犹太人的会堂。保罗照习惯入去会堂，连续3个安息日，引用圣经甲人辩论。伊讲解佮证明基督一定着受害，然后对世人中搁活。伊讲：我对恁宣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因中间有人受说服来信，就去缀保罗甲西拉，其中有一大群敬畏上帝的希腊人，佮有袂少贵妇人。毋过犹太人去怨妒，就招一寡街头的匪类，假群结党，扰乱全市，攻击耶稣的厝，找保罗甲西拉，要甲因掠去交互民众。因找无，就将耶稣甲一寡信徒拖去见地方官，话讲：这会甲天下并恁党的人嘛来到咱遮咯。耶稣竟然甲因收留，因违背罗马皇帝凯撒的法令，讲另外有一个王叫做耶稣。群众甲地方官听到这话，着急不安。官员对耶稣甲其他的人收钱交保了后，放因出去。迄暗，信徒透暝送保罗甲西拉去比利亚，因一个教位就入去犹太人的会堂。遐个犹太人比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较开明，非常热心领受道理，逐日查考圣经，看保罗所讲的有确实无。因中间有真侪尊贵的希腊妇人甲查甫人信。毋过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侪知影保罗嘛伫比利亚得传上帝的道，就去遐煽动群众，引起扰乱。信徒随时送保罗去海边，西拉甲提摩太留伫遐。因一路护送保罗到雅典，保罗吩咐因叫西拉甲提摩太尽量赶紧去甲伊会合，然后因就离开。保罗伫雅典伫听候西拉甲提摩太的中间，看到满城拢是偶像，心真艰苦。伊伫会堂甲犹太人以及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谈论，嘛逐日伫市中心甲所拄着的人谈论。有一寡伊庇求罗甲苏德亚合派的铁力家来甲伊辩论。有人讲，这个爱讲话，伫乌白讲甚物？有人讲，伊亲像伫传外国的鬼神。因安尼讲，是因为保罗传耶稣甲伊搁活的福音。因就甲保罗拖到阿略巴古议场，对伊讲：你伫讲论的神学说，会当互阮知袂？有一寡代志，阮听了怪怪，阮爱知是甚物意思。原来，所有雅典人甲住伫遐的外国人，用真侪时间谈论甲听神奇的事。保罗徛伫阿略巴古议场的中央，讲：各位雅典人，我看出恁伫逐方面有强烈的宗教热诚。我伫城内伫行，观察恁敬拜的所在，嘛有看到一座坛，顶面写：献互毋捌的神。恁所伫敬拜毋捌的神，现在我报恁知。
这位创造宇宙甲其中万物的上帝是天地的主，无带伫人的手起的妙事，嘛无欠用人的手所献的物。其实伊拢无需要，伊家己颠倒将性命、甲气以及万物赐予人类。伊对一个人做出逐种族的人，互因徛起伫地面上逐所在，搁再生甲因定年限甲徛起的地限。上帝安尼做是要互因找伊，因若超找就会找到。其实伊甲咱逐个人相离无远，因为咱靠伊生活、行动、存在，亲像恁的诗人有会安尼讲，因为咱嘛是伊的子孙。既然咱是上帝子孙，无应该将伊的神性看做甲偶像共款，是靠人的手艺用金银也是石头雕刻出来。人类还活伫无知的时代，上帝无追究。毋过现在伊命令全人类着悔改，因为伊已经决定日子，要用伊所指定的人，照公义来审判全世界。伊互一个人对死人中搁活，用这个做凭据，互全人类通信。因一个听到死人搁活的事，有人甲伊踢笑，嘛有人讲，关于这个事，阮爱搁听你讲。然后保罗对因中间出去。不过有一寡人缀伊去，诚做信徒，其中有阿略巴古的议员杜尼修，搁有一寡女士叫做大玛里，以及一寡甲因做伙的人。掠搁活的主做性命至宝。保罗伫宣教旅程中，极力向人传讲福音，但是伊和伊的同工照常拢遭受犹太人的嫉妒和反对。后来保罗到雅典，伊看见满城偶像，人甚至向毋捌的神，中文和合本又做未识之神献祭。关系毋捌的神，相传雅典捌遭受瘟疫，电拢时无人会当压止。雅典差日出仔变成做死城。后来一位克里特岛诗人艾比比尼德斯想到一个方法，伊甲一阵羊对阿略巴古放出去，互羊惊变规座城。因为雅典真侪所在甲神明相关，世界有祭坛，因为安尼只要羊踮某一个所在停落来，就甲伊献互迄位的神明，仰望瘟疫平煞。不过要羊停踮无神明相对应的地，雅典人就伫遐建立未识之神祭坛。这互保罗一个灵感，作为伊点异教之地宣扬福音的切入点。保罗徛踮阿略巴古的议会，大声是肯定雅典人的宗教热诚，接线指出因毋捌的迄一位神，就是创造万物甲人类的主。现今因既然认捌这位神，就着悔改归向伊。保罗指出，上帝已经定一个日子，要照着伊设立的人耶稣，按公义审判天下，互伊对死人中搁活，互万人做通信的凭据。
有关世人搁我的信息，却带来两极化反应。有人踢笑保罗甲厌弃伊，但是也有人互伊的宣讲吸引，最后信主。保罗捌讲：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，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。保罗看耶稣基督的国我甲十字架做上宝贝，因为安尼伊无时无刻拢咧传扬国我的主。保罗定义无要用华丽的言辞，也是高深的学问宣讲上帝的奥秘，简单传主的十字架甲国我。相对的，雅典人介意谈论新闻、探听消息，结果关系耶稣基督国我的好消息，因却只是听咧就准拄煞，无想要搁较深入认捌这位真国我的主。温迪牧师捌伫回忆录讲到，有一位农夫名叫蔡天文，带伊的某去关山，找身为助产士的牧师娘接生，搁请伊为囡仔号名，希望带来好运，通改善家境。迄时，吴牧师问伊敢有信耶稣抑未？伊回答伊无信耶稣。吴牧师就据以赛亚书44章第99、17节，向伊说明拜偶像的虚无，搁邀请伊来教会信耶稣。无想讲伊竟然应好，后一个礼拜日就来教会，搁持续聚会。无久以后，伊的某看到伊的改变，也缀缀来教会，最后全家拢信主。有人问吴牧师为甚物有即种能力，伊应讲是上帝带伊来的，所以只要咱认真传讲上帝伫基督内面的救恩，的确有人听，因为圣神会亲自动工。默想，当我甲人分享信仰的时，会简单分享别人想要听的部分是无？还是亲像保罗共款，因为掠国我的基督做性命的至宝，就勇敢分享认罪悔改的全备福音。当我甲人分享信仰的时，会简单分享别人想要听的部分是无？还是亲像保罗共款，因为掠国我的基督做性命的至宝，就勇敢分享认罪悔改的全备福音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互我因为经历你国我的性命，就当大胆甲人分享家己顶头生的见证，拄亲像历代信徒共款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